也希望把这个快乐传递给你。10个字儿，握不住的伤，好痒啊！又是一首女生的好听歌曲，送给你。好吃不过饺子，好玩不过烤子。带领我去。10个油锅。豆干多少钱？5块一个。也5块。对。这个是15块啊？10块，人家都卖15的。4个15块，这里是烤的吗？啊？那是烤的。对。哎呦，这个是什么？哎呀，找这个小一个。鸭头。都是卤出来的。对，羊肉烧起来光你好吃。看一看这个味道怎么样？好吃一点吧，这个味道跟这个一样吗？对，光你好吃。哎呀，这卤蛋啊！这个卤味呀，咸香味，味道很可以的。来呀，吃啊！来呀，这卤蛋啊！来。
个这开一下，这开的。Hello。这个大份儿。你要煎肉的吗？那有大份儿煎肉的。拿一个小份儿不要，拿小份儿。
就这些吗？3.5。哎，哎，把你对来。哎。7块，我先找你刷个。什么？2个一条，一个粗是吧？这是4块，一定差一点是吧？你说什么呀？你说。几个一条？一个鱼条，一个炸糕，一碗粥是吧？一个鱼条，一个炸糕，3块加一碗粥5块。就我去了，5块。拿2个。本来是这个平时然后他吃1个1个1个拿到工，还有3个月打包是吧？这个1个1个拿到是。3个月打包是吧？这钱给谁啊？对，这个没有意思。爸，你的钱收下来。2个油饼。这是这要1个7块。交给俺的朋友。让你7块。有这个炸的。没给你。这2个1个1个，这2个1个，从差不多，这2个差不多这2个差。看一会儿拿了一会儿，也不辣，不要辣的啊。不要辣的好，一会儿过来，也不要辣的。你会切开呀？没加那个汁的，不要加，这个直接吃就是。就直接吃啊？对。
对。可以出锅了啊！你好 Hello。这儿外面31号儿。
6号6号。好吃啊，看一下，看有没得啥子菜。虽然美国这个联赛比打光棍，以前是2个人，但是美国这还是2点3点给他。哦，美国人打。老板，我不快乐吗？我不高兴吗？我没笑吗？外面2个肉肠，1个豆奶，然后1个火锅粉儿。来一个火锅粉儿。来拍一下。可以看一下。不能先调。不能开。能开。好，我一会儿再洗碗哈。快点弄多，快点弄多。好了。再4个。放心，这不是多欢乐的。要吃这个。好挑一点的。你好。你好。好，谢谢。现在你过来看一下。都背对了。没有干。我们多少年的？哦。好贵了。海上。
粉腸買型。一個39，嗰個係33。好，即係72。小喇叭得啦。好啦，有機會啦，冇電話到啦，大家。我打電話俾佢先。喂，牛腩未有住啊？未有牛腩。牛腩未得。This is your rice noodle. Please go.